今日帶大家嚟睇下北海。北海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南部，號稱古代絲綢之路嘅始發港，有歷史悠久嘅疍家文化，仲有令人羨慕嘅詩人港灣。今次過嚟有一個重要嘅任務，先聞一下城市嘅味道，遠望將要出海嘅船隻，聽一下海嘅聲音，漫步一下路街，觀望一下2個世紀嘅騎樓，見證一下西醫入北海，無聲電影院問世，瑤水井嘅應用，相遇名將後人，食一啖熱辣豬雜粉，感受當地人嘅熱情，離開大海去到我工作嘅空間，完成埋作品嘅首尾。嗨，搞掂未啊？差唔多搞掂。飲杯北海味咖啡。呢件作品叫 Say Hi， 希望每個人好似熊貓一樣，日日 Say Hi， 挨生比鞋。關注我，帶睇更多藝術。